莫拉克风采重创南台湾，为咗填出正面重建係個簽進憲法嘅重點，農委會推動88廉工專案，還有驗資雙股計劃，留各種多年嘅超入方案。其中有啲措施有1年嘅期限，甚至分開次嘅實行，本正面為小利，為咗憲法問題。農委會係表示，提出為各種評估檢討。另外，5年內也提出擺開牌人關嘅廉工專案。預計做咧協助差唔多7000個中國人長期冇條路嘅民眾，本期了做咧好好過年。88歲仔嘅仔面，一下行同嘅重建，呢度同仔面聽數，農委會陸續推出幾項項中央方案同開盤進入去年也到。首先，農委會未針對現時普通嘅成果進行嘅說明。不過現正有啲位措施將1年有效，能為從喺所在嚴重嘅屏東縣加東鄉，用工所規劃向農委會申請用工推進嘅建議。第98年8月起時，都一下總共實施嘅3批，不過現正建議冇到，冇辦法滿足民嘅仔民。冇條路好做嘅，嚟入邊做啊！呀，咪能做3蚊嘢呢？呀，講做3蚊嘢 ，QQ 又冇3蚊嘢咧，工人又料啊，就那2個人2個空嘢嘅。推動的效果，我們都會做滾動式的檢討，怎麼樣來加強啊？所以，我們不管是職業訓練，或是剛才講到的我們的零工的方案，或是多元就業，我想我們都會繼續來加強。作為工人咧，農委會未提議開盤嘅人關零工專案，希望同中國人成業嘅人聽數。本期也到好過9年，是為係45歲到65歲，成業1年以上，廿3年之內有勞保超過6張嘢，最近1張嘢受到公鐵超額普通機構登記超額普通嘅人就做嚟申請。工作嘅期間係99年1月初1到12月為止，簽到搶做的量10年嚟工錢。低收入戶，然後沒有其他社會救濟的話，大概會有2萬多個人。那我們取一個比例啊，算大概可能會有7000左右。例如像一些大賣場，他們最近需要一些人手。那再不然的話，我們其實公務單位，我們有一些比較類似像公共服務的工作性質，也可以幫助他們先有一些收入。農委會現時規劃1百專案，營業嘅工錢係800億元，簽到嘅有10年後養，每就係2億到8000億元。詳細嘅工作內容同名額會喺23年20幾日對外公佈。下個新聞潘勝旺、連建佑、倪娟綜合報道。